那么人家看上这些的嘞，当然俺也是参加的呢，俺做工的南京比参加上个年就打那西巴个那点的来源，上个年就打那点的大姐而且这个帮最行。这当这位老主持人呢，还真是位年就去引发的。这当这呢，当然俺做我是也上的呢，上个年就打那个朗布去年西巴个他这个点的来源。大洋洋俺做没忙不这个380用的搞的有的呢，大姐去年西巴的呢，累计。看这个，但录制现在我觉得，但到呢，这录制，真的这个上当个多，忙不这个。这早晚年的人们都，今天搞的是呢，但得嘞，这原来入的那乐些的忙不这不个，俺就是那样，哪怕参加去了个能来西啊，别样忙不多。这当这呢，当然俺做也是对参加到去上了，但是还讲个的呢，老久有吧。还讲给人的人们一个参加哪把等的这个人，对运动员大妈去了，上个年就到那个朗布群里的，我去了杨家去些。哎呀，大家期间通了的，每个通了的通信版的呢，上个年就打那朗布群里的，打那朗布群里是吧？每天经常性的套用的是呢，但的呢，这个一早的了，朗布群个的呢，东安那边有吧当，对呢这个朗布群个日早有吧？对群里个的呢，把空的了，朗布群个的呢，然后呢，你说抢出吧个，等着这个我们查这个马呗，等着这个主家也不经济，打那朗布群里才能到吧的。等那当那朗布去年是吧？当到就上了当下不行了，做的干的，现在接去年过来了，别忙不有的，没这个去年当，讲个去年，多少个去年也不能呢。那呢，俺说没这个去年的，现在我等你养些很多。等你大也能说大有个那个了，等你去年个哪把到的最大把到了别忙不进度，是叫我这电影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